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中山分局的警方深夜巡逻，伫个大家和平公园发现几名少年呢，伫个体外道路骑机车扫来扫去，因甲车牌号扎起来，来回批车，看到有警察来，马上催速度逃走，甚至有人甲车弹咧走去避起来。不过也是互警察掌到，总共抓到10个人，依法开单，这个罚款加起来41万。 机车骑士伫和平公园乌白切车道，佮骗车，若无伫安全帽啊，佮将车牌砍掉咧，当着远景就脚底抹油。看走袂过警方，有人甚至将车弹咧避起来，敢若留一个姓黄的骑士面对远景，警方伫附近找到其他避起来的人。那边冲来冲去啊！你刚刚冲的时候有没有遮牌？警方调查，这10个人小招伫深夜驾车。 地点就伫台北市大家和平公园，平常时这是民众运动散步的好所在，冇不少车主会将车插伫遮，公园空间煞变作是骗车族聚集的所在。希望大家可以安全一点，因为毕竟用路人如果说过马路一些不小心的话，还是比较危险一点。经过警方调监士气较真，这名骑士涉嫌各6项违规，若伫车路驾车，佮用机师将车牌砍低。 有人无到目睭耳啊，无伫安全部，佮无配合稽查，拢总14件违规罚单，上悬会当罚41万元。移至保管捕种机3辆，查扣驾驶执照2张，另涉案7辆捕种机，依职权通报环保单位进行噪音检测。将和平公园当作是驾车场，乌白切换车道驾车，一声互远景砸落个开单，14件违规付出着未少的代价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